我咧而家咧就身處喺咧大埔道青山道嘅交界啦。咁我前面嘅交通燈咧都係一個新款嘅交通燈組啦。咁啊，其實咧，如果大家有曾經喺呢度附近過過馬路咧，我而家前面咧其實係有6條行車線嘅一個過馬路位。咁而當中咧，佢中間就牽涉咗有啲過路口啦，有啲緩衝區啦。同埋咧，中間仲有一個三角形嘅，我哋叫安全島啦。咁啊，其實咧喺呢一啲咁長而又咁複雜嘅過馬路口咧，新款嘅交通燈裝置嘅摸到地圖咧，就成為一個好好嘅幫手啦。因為佢裡面咧會顯示咗咧，而家你前面過嘅馬路有幾多條啦，中間有冇一啲緩衝區啦。哇！咁而家咧，我哋就行過去望下啦。咁其實咧，當我哋頭先講啦，其實佢最底嘅時間咧，佢由下而上望啦。咁咧，佢會有一個咧就係正常。有一個咧就係箭嘴啦，然後咧就會有一條橫線嘅，之後咧某一條直線嘅左或者右咧會有一個長方形嘅，咁呢個就代表行車線，即係你當係架車啦。咁而家就會經過有兩架車啦，而中間咧就有一個咧好似空心嘅橢圓形嘅嘢咧，咁呢一個咧其實咧就係我哋講嘅緩衝區。咁而呢一個緩衝區咧，咁其實最上咧就會再有兩條行車線。跟住之後咧，亦都會有一個好似橢圓形、圓圓地嘅嘢咧，但係中間就多咗一個點嘅。而之後再摸到直線之後咧，就發覺喺佢嘅左手邊咧就會有兩個長方形㗎，到最後咧就會有一條橫線。咁呢個你代表呢個摸到地圖嘅代表咧，就係我哋而家過馬路嘅時候，我哋首先咧會經過兩個嘅行車線啦，然後中間咧會有一個緩衝區。而呢個緩衝區咧，佢係代表緊，如果大家記得咧，佢係一個橢圓形、圓圓地，咁但係咧佢係冇點嘅。咁係意思喺個緩衝區嘅兩側咧，係唔會有呢個咧。有呢個咧嗰個發聲燈個按鈕掣嘅，咁而過完佢之後嘅緩衝區咧，就會再有兩條行車線啦，即係總共4條。之後咧就去到第二個嘅緩衝區咧，咁嗰度就反而咧會有呢個交通燈嘅裝置，即係話如果大家真係過馬路過唔切嘅話咧，其實去到第二個嘅緩衝區位咧，其實佢係可以有個掣俾你撳，或者俾你可以知道去到邊。而去到最後咧，再過多2條之後咧，就會去到對面嘅過馬路嘅終點啦。咁但係如果大家心水清咧，就會知道其實中間仲有個其實係安全島嚟嘅喎，嗰度係一個三角形嘅安全島，你可以咧轉去左或者右咧咁啊過去唔同嘅位置，其實係未到行人路嘅喎，冇錯。咁其實咧，我哋好多時候咧，而家嘅過馬路口咧，佢會喺安全島位咧，佢直接會斷咗嘅，佢係會當你去到下一個嘅過馬路口嘅時候咧，係會再有下一組嘅。摸到地圖同下一個嘅交通燈裝置咧，去提示你點樣過嗰一個嘅馬路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大家可以留意翻啦。所以咧喺政府咧或者運輸署咧，佢裡面嘅即係佢哋嘅數據或者佢哋講咧，其實平時咧嘅安全島咧係我哋以前俗稱嘅緩衝區，而中間真係叫做安全島啦。我哋以前教安全島啦，即係中間啲馬路咧要分兩段啊過嗰啲咧，佢哋其實叫做交錯馬路或者交界馬路。咁啊，去到嗰度嘅時候咧，其實佢係當另一組燈去處理嘅。咁所以大家如果有機會留意到嘅時候咧，可以留意下啦。好啦，咁啊，頭先咧就透過大埔道啦嗰個馬路位咧，我就希望可以讓大家認識到咧而家最新嘅運輸署交通燈嗰個摸到地圖嘅一啲認識啦。咁其實咧，如果本身你附近咧未有咧，其實聽完都可能唔係好明嘅，咁係正常嘅。我覺得要去到實際咧，你真係接觸到啦，跟住你試下去摸下或者認識下啦。咁啊，希望等大家都有個概念。咁啊，如果平時大家出開深水埗啦，出開石硤尾嘅時間，其實可以留意下嘅。咁啊，其實其他地方咧，我又真係唔知邊度而家開始起越多喎，因為我喺屯門都見過有嘅。咁大家住嘅地方唔知有冇咧？咁如果有，你又話下俾我聽啦，你嗰邊有冇裝到啦？又或者你又話俾我聽，你可以留言講俾我聽。啊，你而家識唔識去摸到地圖啦？或者有冇邊啲嘢係唔明嘅？如果有，你都隨時可以留言話俾我聽。咁啊，我哋今次就講到呢度啦。咁啊，下次再見啦，拜拜。